另外，这个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高雄警察半暝伫巡逻时，伫高山区发觉一只轿车塞车，这个人准备打进前要查，结果对方煞脚底抹油，赶紧要选，落尾还阁塞车来弄警察，引起到2个警察骹手受伤。详细情形，连续记者林婉莹来带咱了解。婉莹。 好，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呢，白色轿车的车窗是碎成蜘蛛网状，而驾驶和他的朋友2人则是被警方一一上铐压制在车旁，并且对他的车内呢是来进行搜查。原来2人稍早在车上因为持有毒品，一时心虚才会躲避查缉，并且冲撞远警。 事情就发生在高雄鼓山富农路，这2名男子开着白色轿车在鼓山区来回晃啊晃。眼尖的远警见状，觉得事情不对劲，一路来尾随。没想到男子发现后呢，竟然倒车冲撞骑机车的远警，导致他们2人倒地，幸好只有手脚擦伤，没有大碍。事后支援警力到场之后呢，也赶紧将2名持毒品的男子逮捕归案。而现在他们除了毒品罪嫌之外呢，还得为冲撞远警、持上妨碍公务 和公共危险等罪嫌。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，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